有一点害怕，可能自己在家里多做一点，就比较不会买外面的。食安问题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毕竟吃是一个要很讲究的一个问题。那我想手边当中，大概家庭里面都会有一些干香菇，或者是干的小鱼干，甚至有一些柴鱼片等等。那利用这些原物料的食材，其实就可以去做干燥，然后成磨粉。那这些就可以代替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一些化学添加物品。那自然相对的，你的食安问题就会尽量的去减低它的风险。那辣椒的话，其实也是，我想辣油毕竟是从生辣椒去提炼出来，那我们自己炼其实也更安心、更安全。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段时间，大家苏丹红所带来的食安疑虑啊，其实我们有2个解决方案。第一个，在源头管理，所有进口的这个调味剂的原料都必须要严格审查，而且获得了相关第三方公证单位或是政府单位的一个安全认证。这第二个，对于通路商跟这个末端的餐饮业者以及这个大卖场，我们也要求他们要自主食安管理，所以他们可以要张贴不含苏丹红的这个食安标章。卫生单位跟市府也会不定期的密集的去加以检验。第3个部分，我们也鼓励在学校的营养午餐厨房以及所有业者可以自行使用天然的这个调味料的原料来自己制作辣椒酱或制作这个天然的酱，所以用这样的3管齐下来，希望民众解除民众的一个食安疑虑。因为眼见为凭，自己做的自己一定放心。那不是每个人都是食安专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作为美食大厨，但是就是很多人都能够把这个食安放在心上。食安从自己做开始，从食安认证开始。了解各界欢喜看4月29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这几天全台湾拢受到春雨锋面影响，雨水来得紧搁急。咱台南市都要提前准备各项防汛的准备，嘛针对地势较低、容易淹水的所在，开设3级应变。对此，第一线里长胡坤表示，规公治水工程有发挥效果，所以雨势较少的时，积水真紧的消退，并无传出灾情。南地区伫4月25到27之间受到春雨锋面影响，上大累积雨量伫安平有156毫米，上大7点钟的雨量伫两家有46毫米。特别伫安南、七股、林德、顶空等容易积水的地区，伫阵星5号以后，嘛只有短暂的积水真紧的消退，无影响车辆甲沿路人通行。毛济里长肯定台南治水工程已经发挥效果。路甲民安路二段遮这路口是强降雨，伊嘛毋是即小可阴一个尔，若雨无落了，差不多正10分水就消退去啊。已经把迄个草寮康街甲迄个还有柴头港区那个 F 干线整顿了以后就对了哈，所以它的水量都会很顺，不会就再也没有在淹水的情况发生了啦。就是无淹啦，我出早就起来顺啦，拢无淹水啦，就是安尼分洪道做了真成功啦，目前做了真成功，所以讲水位拢无超过一半啦。去年开始按市政府家挹注将近4000万的经费来改善阮3个地区这个水路的改善，包括2台的抽水机，发挥伊足大的功效啦市府表示，虽然现阶段各项治水工程已经展现阶段性功效，不过面对极端的气候，市府有缘持续到底淹水问题的改善，为市民生命财产安全把关。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
以往家境日前接受一名老师တင်情，表示近年來接受職場霸凌，並指控校長是涉嫌性騷擾，被性平會確定性騷擾成立。不過，該校校長也是擔任性平會主委。對此議員王嘉珍要求市府教育局應該請主委回避。議員王嘉珍摕着教育局伫咧4月16發布嘅新聞稿，表示市長針對涉嫌性平嘅爭議，絕對是無容忍、無合作。不過最近議員卻接到一名教師嘅တင်情，表示校長涉嫌性騷擾，但卻一直擔任該校性平委員會主任委員。對此，議員王嘉珍上午邀集市府教育局甚至秘書長做伙召開記者會，尋求市府嘅態度，到底教育局是不是有偏頗？那我這邊提出來的另一個內政部的性平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裡面，是不是也提得很清楚？如果有所謂的違反性平成立，這個委員會，他還可以當委員嗎？他還可以當主持人嗎？他還可以當主席嗎？我這樣講有沒有問題？對，那你知道我要講什麼，對不對？那請教一下，你們不是在包庇，不是在縱容，是什麼？難道你們都不知道嗎？都不知道你們局裡講什麼話嗎？都不知道市長說零容忍嗎？校長的本身涉入這個性騷擾的部分，不是由學校內部來做調查哦，是由我們教育局這邊哦，這個我們有一個職場的這一個性騷的相關處理的的機制來處理，並且我們有找3個外聘委員來做調查，那調查的結果確實就是成立，但是這個情節輕微，那他所受的這個懲處，當時候是以書面告誡，然後有這個要求要1個月內完成8小時的性平課程跟5000字的心得。那此外，校長的考核，當學年度，我們列入這個考核啦。雖然教育局回應確定性騷擾成立，但案情還佫一迷。但議員甲教師不滿的是，既然市長針對性平爭議是無容忍的態度，嘛建議市府甲教育局應該要求校長來回避。對此，秘書長嘛認為，校長回避會比較客觀。如果他後續的這個相關的性騷的會議如果涉及到他原來跟性騷的當事人的其他的案子那如果他在當那個主席，看起來我是覺得說，其實是可以應該要回避應該回避。你可以請那個比如說副主委員來召開，這樣也許會比較，就是說也比較客觀我是覺得是這樣會看起來會比較好一點。除了性騷擾被性平委員會判定成立，另外တင်情的老師被投訴霸凌學生嘛無成立，只有不當的管教部分。整個事件到底是唔是牽涉私人的因緣，還佫需要教育局甲學校來釐清。台南新聞林英根、何超邦採訪報道。位於安南區海環街巷仔內海西段89地號，因為被囥大批廢棄物堆干那山，進前就不時傳出火警，昨個發生一擺。水議員陳一丁對了替附近居民忍受惡臭加污染來清明。嘛不滿環保局一直攏無法度處理，根本是公權力不彰。台南市議會第4屆第3次的登記會，上午有着環保衛生業務報告加質詢，其中環保局的部分，議員陳一丁就質疑，伊表示位於海西段89地號，因為廢棄物的堆墾，近年來不斷傳出火警，和附近的居民無法度忍受。雖然業者進前有承諾4月底要來處理，不過到現在還是閒咧。對此要求環保局要提出公權力。所以怎麼讓地方擺脫這個噩夢，而且不要一然再燃，一然再。你看他浪費了，你看局長你都說去10幾次，你看我們的消防局消防隊員去了幾次了，對大家來講都是一個噩夢。還有對住在旁邊的民眾來講，他要每天經歷這些，每天出門，每天生活就在這個環境之中。你去10幾次，你都可以感受那個現場的狀況。那他們每天住在那邊是作何感想？所以我想這個部分一定要解決，到底怎麼處理？我想局長，我們用了很多方法，但目前為止不是有效方法。請找出一條可以解決這件事情的路，讓地方可以擺脫這個惡臭的噩夢。業者跟我們承諾的，而且他非常有誠意的承諾了哈。誠意。
你会用诚意2个字来当然形容显现出来是这样啊，事实上我们发现它并不是这样啊，哈。是啊，所以你怎么会用做的诚意行这2个为字？跟当时承诺的落差非常大。所以你还用诚意？这个是我说当时的状况啊，在讲一个空话。对，没有错。他在骗我们，骗我们。他说他会做到，他什么都落差很大。对，所以在这一段的时候，这个点啊，我少说去了10几次啦。是啊，所以那10几次我也知道他所讲的事实上没有一种，我会尝试用各种方法啦。除了废弃物堆放场的处理，另外嘛有议员关心环保局甲各区对办公室的使用状况。为的是徛伫个地目属于国有财产，无拨用就无法度争取经费来征收。至于环保局为伫个东区的分布，嘛因为所在相矮，有议员建议，是毋是会用个来搬迁？对此，环保局会搁再甲财政税务局来找地。台南新闻李英根、何乔邦采访报道。万历第23届台南5月音乐季，今年将伫5月4号到5号这2天伫新化虎头埤顶场，到时会有28组来自世界各国的音乐表演者以及在地独立乐团轮流演出，机会相当难得，邀请大家来台南佚佗听音乐。讲到温馨的5月，除了母亲节以外，嘛是台南音乐季将要登场的时节。为宣传已经迈入23届5月音乐季，市府观光旅局也请春百灵 EXO 先来一场小型的演唱会，给大家评判。因为到时就有28组来自10个国家的独立乐团要轮流演出，邀请大家5月4号到5号这2天来到虎头埤风景区，享受音乐甲自然景观的美好。当初在开始办的时候，可能很少人会想到说它一直能够持续23年，所以23年走过去这23个年头，大家想说台南比较保守啊，怎么会接受这么多独立乐团这样子的表演模式？但它不但我们谢谢 EXO 而且谢谢各位，能够让这个音乐季越来越受到很多年轻朋友们，还有全龄式的朋友们大家的欢迎跟接受。那欢迎大家在5月4号、5号一定来虎头埤。5月音乐季一办就是23天，相当无简单，已经累积了袂少嘉宾。加上5月气候清爽，真适合来到户外行踏，欣赏多元丰富的音乐响应。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迎接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南区区公所27号提前举办魔幻母亲表扬，来感念妈妈的辛劳。表扬会前，池上市立美下管理协会美容师嘛真大心，替14位魔幻母亲做科技保养以及电泡的放松，让妈妈拢会当水当当上台，场面相当温馨。大城幼稚园高水活泼的表演，除了为南区魔幻母亲表扬加开书包，也一一献花，表达对妈妈上深的祝福。今年南市南区由里办公处加社区发展协会所推荐的14位魔幻母亲，27号伫青南陪伴加民代见证，伊接受区长致敬编纳加礼品，让人感受满满福分。会中每一位妈妈嘛拢盛装打扮，来欢喜庆祝属于家己的节日。特别的是，伫所有魔幻母亲上台进前，慈利时尚美下管理协会美容师，把人会替因做简单的科技保养加化妆，互因会当水当当上台。一直以来我们南区的活动有别于其他区公所，我们一直以来都跟我们静新科技来做一个结合。那我们都知道妈妈平时都非常的辛苦，那在今天的表扬活动之前，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结合活动让妈妈能够事先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来参与这样子的表扬。那一整年来，妈妈都非常的辛苦。那我们希望透过今天这样子的表扬活动，给天底下最敬爱的妈妈们，祝她们母亲节快乐。随着时代进步，透过新鲜的仪器和皮肤有上好的吸收效果，已经是趋势。
加上电波科技，也当甲妈妈电酷酷的颔管加肩胛头疏通放松，成为母亲节送予妈妈一项真好的礼物。我今仔来到这吼，大家服务足好，化妆还有肩颈的服务。有阿姨的肩颈按摩，虽然短短1-2分钟，可是按摩起来以后呢，觉得肩颈很舒服。无阿妈过来拢会哭哭。生技公司来帮妈妈们做一些重点的一个保湿，因为他们要上台表演化妆，所以我们基本上会做一些比较重点的，给皮肤一些养分，然后让我们化妆比较好化，然后让皮肤有光泽。那最近我们是帮辛苦的妈妈，她们肩颈平常就比较不舒服，所以我们帮她用这种电波呢，直接帮她做舒压放松、抽压的方式，帮她促进血液循环，跟瘀的部分帮她做疏通。公司制定每一档母亲节表扬，专向伟大妈妈传达感恩，增加亲人之间的互动情感，也互做人实际爱正常友好，祝贺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台湾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由台南市媒体朋友所组成的女球队，27号伫亚太棒球场举办台南400全国媒体杯慢速女球邀请赛，对北到南总共6队要来请拼，最后台南队赢得5场的成绩，拿下冠军。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惠兼议长曲丽丽，一个做投手，一个做拍手，替全国媒体杯慢速女球邀请赛来开球。体育局嘛大心准备球棒，送予每一支球队，勉励球员拼出好成绩。等3天去办这届比赛，感谢其他5队吼，拢来迄落。这届真足烦恼啦，本来落雨落，敢想袂到天公伯安尼斗3天，互阮有一个好天气，当大家好啊拍球，嘿，非常感谢，尤其感谢市政府、个体育局吼，市议会遮大家的长官的帮忙，才会当互这届比赛顺利来进行。经过2冬外筹备，再度由台南做地主队，邀请台北、台中、南投、高雄、屏东公司6支女球队来参赛，唔但促进全国媒体工作者体育交流，同时推广全民慢速垒球运动。这一次邀请了我们来自全国的媒体，那进行的这个棒球赛呢，还是一个属于有比赛规定的哈，就是说照着我们其他的这个棒球比赛的规定来做的哈，所以非常的齐全，然后也非常的有挑战性。那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台南，然后也趁着我们台南400这个最重要的一年能够在台南享受除了棒球的交易之外，也可以在台南各地观光旅游。比赛结果由台南队以5连胜的成绩拿下冠军，亚军和季军分别是台北、台中，冠军是南投。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农历3月23妈祖生，台南市南区盐埕体育场为了庆祝妈祖圣诞，5月1号将举办关会活动。议员林美燕嘛特别开记者会，呼吁各界人士用实际行动踊跃响应。台南市南区盐埕天后宫为庆祝天上圣母的圣诞，将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除了邀请信徒做伙为神明来祝寿，另外嘛甲关会中心来合作，要伫个妈祖生当天5月1号举办爱心的关会活动。那这一次的盐城天后宫庙方非常的就是有诚意啊，它不只就是说准备了卤面卤面代表人讲的，咱台湾人的习俗，你得吃卤面，所以你如果捐血的人，你一定有一碗卤面啊。然后呢，还有寿桃，还有寿面，我来分享一下，咱妈祖生日的时阵，一定爱吃寿桃啊、寿面啊，这都是在应景，就是庆祝妈祖生日的。当然，你如果捐了250cc 的那个就是捐血的话，协议的话，你就有1000年礼券，500cc 也有啊。当然，我们还有庙方的一些吉祥物，在那时候那一天都会送给大家。那大家也知道，就是最近呢天气比较不稳定，然后时常的下雨。下雨的话，大家都会不想要出门，更何况是出门捐血。所以，但是医院的病人呢，却还是
持续的需要用血，就会造成供需会有点不足，所以我们血库的库存量其实是在一个偏低的状况。所以呢，这一次想要也透过这个机会呢，请大家一同来宣导，然后把这个捐血活动传递下去，然后也鼓励大家可以身体力行，可以出来捐血。关怀中心表示，进前因为连续的大雨，民众较无愿意出门，连带关怀量嘛减少。目前血库的存血量无到5天。关怀中心感谢庙方不但提供平安的寿面、寿桃、甲纪念品，另外还有超市的礼券等，欢迎民众踊跃来响应，造福社会大众，帮助别人嘛帮助家己。台南新闻李英根、何乔邦采访报道。面对特别大考，台湾复兴方庙因为庙内有掌管考试的新名，所以庙方利用假日办理巡礼祈愿活动，吸引真侪人来参加，祈求金榜题名。5月有大大小小考试，未少人拢会拜拜求保庇。台湾复兴方庙内有考公司及下政司，分别掌管人事成绩、教育考运，上传非常灵验。庙方特别办祈愿活动，还佫头摆邀请外国人参加，穿着书生服，排着滴人仔，行去清代时期的台湾府考评遗址，体验早期仕途之路的辛苦。我以为今天我们来就是去拜拜一次就回去，但是又看还有这个服装啊，发现那边的文化那么多元，很特别，我觉得。让我跟你们一起参加，让我很开心，很感动，觉得很有意义，把所有的祝福全部都融合在这些的活动里面。咱庙后拄有一个清代的考棚遗址，伊个遗故吼，较早伊是会当容纳3000了迄个考试桌椅的，来感受到迄个考场的迄个气场。全台首下公主庙是台湾历史上重要的教育发源地。学生嘛算鼓励行去向孔子礼敬，才算完成任务。转来路上有上骑落骑，起落落，就亲像是准备考试的过程，爱一步一脚印。这段路是一直行，愈来愈行愈悬，愈行愈悬。啊嘛，代表讲因伫个学习的这个阶段，考试的阶段是一步一步。向前行，慢慢会当愈来愈悬，愈来愈好。活动结合宗教信仰、历史教育及文化推广，相当有意义。庙方特别准备700份的米糕钱送予参加的学生。不管哪讲，考试除了来求神，也是靠家己上重要。最后祝福大家会当金榜题名。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感谢收看4月29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家，咱再会。